台湾有睇爱小提琴的人许多，不过做小提琴的人愈许少的哦。新竹主动34世纪休长位，以托国中计下，谈到小提琴专辑都一等中意。不过韩世时间无喜好，伊系做编做黑的，能去靠音乐内嘅。里面还唔单止想爱爱琴，连对做琴如果有兴趣，如果去英国做琴学搞读书哦。好多嘅世界一等赞美做琴时，伊能嘅数语，还有做事情的态度。更加伊喺家乡主动可以一间工作室做琴、弹琴，没搞好。希望同韩国多有共样梦想的人听书，大家也是在提共样成功嘅眼目。后堂嘅琴上定义控水响起。睇你日美高大，你美强强送起来的。今年34岁嘅邱聪伟，唔但强拉小提琴，还那系国内还有个举琴师。琴这样拿，然后撞到这样撞到的话，那它可能会从这边裂。那我有一个镶嵌在这边，它就可以防止它就是整个裂开。一抛一抛，慢慢的抛，手工的东西完全给唔得。一个从上往下打的光，那如果它没有影子的话，其实我们就看不出来它到底有没有是不是我们要的曲线，或者说它有一些起伏。其实如果没有影子的话，我们是看不到。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个灯就是放一个角度的话，那就会有阴影，那就是反而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这样。贡献乱烟抛出嘅插图，大家成熟才对懂注意，还那调灶、调冷、调湿也系调热，对琴都唔好。所以工作室度还有温室图嘅随时检测。小提琴是木头做的嘛，所以它是有生命力的东西，所以它其实会随时间，会随着环境，还有人的演奏会让它有变化这样。所以理论上，琴是越老声音会越好这样。日老琴上日好，还那日块石头吹掉，除咗的嘅铁日记琴嘅好快。就是侧板、背板，然后琴头是枫木，那只有面板是云杉。哦，所以主要会影响到它的声音的是前面的这个面板。对，像我们的木头都是从那个意大利或是德国或是瑞士，其实就是阿尔卑斯山那个山脉，理论上声音做出来的琴都会不错这样。主动年邱聪伟，2000转到家乡开了2间小提琴工作室，唔但唱奏琴，咪让人弹掌琴。佢讲奏琴係一件浪漫嘅事情，每本機都有成就感。過3屆年，佢當學古典音樂，幫每老太買了一種全美嘅專輯，佢開始見來見中意小提琴，唔過圖價係提升類組，幫每太學考到福利呢，佢一直冇表睇小提琴。成为任務，撒入唔拉入感。因为大部分的学音乐的人都是很早就开始，那我算很晚才开始拉小提琴，毕竟没有受过科班的训练。那时候以我的情况去考音乐系是有点困难啊。图福利那个世界，从头走到琴空气，对小提琴的了解，除了想做相关的套路，帮妹给姐姐现在生意走遍，就偏准备考进我呢。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打算说，我是要真的以后走演奏教学呢，还是成为制琴师？然后所以在音乐系那4年时间，我就当然做更深刻的考虑，还有真的好好去看这个市场的情况，这样，所以我就决定好，我要成为制琴师这样。不過拉琴啦做琴係完全冇用嘅兩回，關於要冇完善嘅做琴教學環境，所以佢簽到英國牛花溪做琴學校，決心為行主琴師兩條路。
那间学校其实在欧洲还蛮有名的，因为它有教维修，然后它比较注重的是实务方面的教学。对，那比较麻烦就是说，因为我是第一个去的，所以前面的如何申请入学啊，或是交通，或者它的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，都是完全陌生的情况。杜正圭是研究正规教育中心，除了好多技术，认识世界各国决定好嘅师傅，最重要嘅係好多記錄嘅做事態度。因为你的心态要真正成为自行师这样，那你不是去当商人的，其实他们是很有技术，但是是很谦虚的人，然后而且国外的好的自行师都还是很愿意分享他们知道的东西，对，然后这是跟我们中国人心态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出算後先了後，邱聰輝當年還會再去進修。那其实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学习，那有可能是我们之后学的，有可能会把我们之前学的推翻掉，但是那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小提琴制琴这个学问是累积好几百年的传承。现在的制琴师其实都是模仿以前好的制琴师的范本这样，对。等于说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。这个琴颈的中线跟这个琴身是没有对在一起，对，而且它的这个我们讲仰角，就是这个角度也是不对的，对啊。等于说我要把它琴颈拆下以后重新接。这张色素菜出做得让向贵基琴，邱聰輝講上下差之啲，上就會冇用上。因为我现在把这把琴的音调准，那我一定是先把这个这个音调准。那比方说我现在把音叉放在那个琴身上，那它会共鸣嘛？对，所以我再去调这个 A 弦，把这个弦调到跟这个音叉一样高。邱聰輝希望自家嘅琴越做越好，賣到全世界。你希望南白有名嘅人造家，都為那件琴上台表演。喺那年下唔但搶台灣人，最近有香港人、馬來西亞人來拜師，器材都主動目標表世界。邱聰輝喺那期待台灣舉琴師做得聽下大病，上網行出去。